到勾勾公哈吧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你有没有觉得啊，最近啊新闻啊一直在播食安风暴，这食安风暴新闻一直播，我都不太敢在外面吃东西了。而说到新闻，就是新闻。这个新闻啊，真的我们看越多，透过这个样机的镜头啊，就觉得什么东西通通都不能吃了。其实心里面啊负担真的很重样机就是摄影机了。其实我发现啊，像是医疗记者，他们都特别养生哦。像是我们公司的医疗记者啊，他们改变了饮食习惯，吃也特别清淡。而说到记者，就是记者就是记者没有错哦。不过我相信他们是在新闻现场看太多了，所以呢，看这些啊不孝的黑心商人赚取暴利，自己看了太害怕了，所以就吃的比较清淡了。所以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新闻记者工作很辛苦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新闻记者嘅头路懂辛苦。新闻记者嘅头路懂辛苦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要告诉你，真的吃都要清淡一点哦。什么呢？就是药物在血中浓度减到1半所需要的时间。碧碧，这个是你要的资料，给你了哦。我发现啊，新闻记者的工作啊，真的很辛苦懂辛苦。不会啦，这像是新闻是我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所以感觉也还好啦。我发现啊，医疗记者啊，好像都很重养生哈。医疗记者很不错啊，因为就可以比较重养生，身体也会比较好。对，你好像吃的比较养生了哈。小哥，最近还好吗？好 OK 啊。会不会很忙啊？不会，还好。人家样机很重你这样扛着要小心哦，不要有职业病了。不会啦，我们自己是医疗记者，怎么保健自己？敏华，我真的觉得医疗记者啊，他们的饮食比一般人都还要清淡跟养生哦。对呀，他们其实告诉我很简单，只要呢少吃油炸，少吃甜食，然后多吃蔬果，真的可以比较健康哦。所以今天啊，和这些医疗记者他们生活作息以及跟健康有关的客家话，赶紧帮你复习。首先呢，记者就叫做记者，记者就是记者了，而记者呢跑新闻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。新闻就是新闻，新闻就是新闻，没有错哦。而必须要有样机呢，才能够把新闻完整的呈现，就是摄影机啦。样机就是摄影机了，没错。今天要帮大家复习的一整句话就是新闻记者工作很辛苦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新闻记者嘅头路懂辛苦。新闻记者嘅头路懂辛苦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就告诉您这些医疗记者的生活作息很规律的方式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